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 Ben Live Channel 特備節目《匯豐160週年成演世界紀念展》喺中環大館舉行。沿住呢個警察總部大樓就係、經過呢一度，穿過下邊嘅樓梯就係㗎啦。我有做網上預約，所以可以用網上預約嘅嗰條隊度排隊，而且當陣時嘅人流並唔算話好多。入邊就會俾一張咁嘅宣傳單張，喺完結之後仲有人㗎，唔好唔見。首先會見到有1985年嘅制服嘅姐姐在此為我哋服務。呢一度就係匯豐銀行最重要嘅寶物，就係記憶金庫，位於匯豐總行皇后大道中1號。其獨特嘅聲音就係匯豐金庫嘅所在。你還記得匯豐嘅獅子頭嘅樣係點樣？160年嚟，匯豐嘅獅子係最重要嘅標誌之一。你記得細細個嘅時候，匯豐銀行開戶口嘅時候，會送個小錢罌俾小朋友學習儲錢。你還記得你有幾多個戶口，幾多信用卡喺度呢？呢度就係當年嘅匯豐銀行嘅寶物。早喺80年代嘅信用卡原來係咁樣㗎。你記得匯豐銀行俾長期客戶嘅禮物原來係咁樣，除咗有利是封之外，仲有當陣時流行嘅火柴盒同埋年歷簿。問你嘅老一輩，當陣時嘅匯豐銀行嘅簿仔原來係咁樣，發展歷程稍後再提及。你記得匯豐銀行嘅 logo 係點樣變嚟變去呢？下低嗰個係2018年用到而家 Hong Kong Bank 都係匯豐銀行。1865年開行到1934年。原來嘅匯豐銀行嘅總行嘅員工係咁樣，當陣時冇電話裝置，需要透過電報去揾個答案，即係好似而家嘅摩斯密碼咁樣，只要憑摩斯密碼就會揾到客人需要嘅東西。入嚟嘅時候會附送好似打簿仔嗰本嘢咁樣，憑住呢個入邊嘅提示5個位嘅指示，揾出相應嘅答案。例如匯豐銀行喺1865年嘅3月3日開行，到咗1935年至1985年嘅時候，匯豐銀行就不斷隨住時代嘅進步，就發展到以下嘅服務。首先就喺櫃台入邊下邊有個兒童財嘅宣傳單張，鼓勵客人用兒童財卡處理銀行業務，仲有打字機同埋電話嘅服務。驗鈔機，因為當陣時嘅偽鈔就比較多，去到1986年到2000年嘅時代，即而家變成今日嘅銀行嘅服務嘅樣式，而且係好多人會用到嘅，包括電腦處理客人嘅戶口資料、驗鈔機同埋世界上見嘅叫做數銀紙機咁樣打簿。呢一度就可以俾我示範點樣打簿。你聽唔聽到？要記住，匯豐踏入40年代，自1989年我哋推出咗。你喺度玩個魚
仔，我以為係最少，原來有好多銀紙喺度飄下飄下，亦都可以輸入年份，可以睇到當年嘅匯豐銀行嘅銀紙點樣演變啦。全新一個神秘嘅年度計劃，記載住匯豐因為越嚟越香港而成長嘅足跡。只要上傳自己嘅相片落去呢一度，你就會見到不同嘅樣貌喺個 screen 入邊。臨走前憑入邊嘅宣傳單張俾工作人員吸引，就可以玩抽獎活動。多謝收睇，下條片再分享過，拜拜。